大家好，我是克夏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中贵占都仁波切的弟子。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中贵的占都仁波切生平传记承诺特别版第2版，这是第5章创造传奇。第5章讲的是仁波切在从1992年第一次抵达马来西亚至今的经历。好，我们之前之前分享过的内容，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其实主要这一章讲的是仁波切怎么跟马来西亚结缘，然后是怎么抵达这个地方。刚开始的时候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到后来就是他曾经有一小段时间，曾经在上师和护法的允许下，以在家人的一种不是的方式跟就是信众们见面，就是在那段时间也吸引了许多原本不可能接触佛法的信众来参与佛法，并后来成为克夏佛教中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弟子。那后来呢，就成立了，就再接下去就分享克夏佛教中心是怎么成立的，大概哪一年成立。那其实这些年来，就是仁波切所经历过，他用尽了各种方式，他经历了各种坎坷，但是终于呢，终于把克夏拉佛教中心从一个从就是原本的就是在弟子的家里做一些佛法分享，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文物中心。从文物中心呢，就后来就有了自己的佛教中心。那有了佛教中心，就到了2010年，我们有了新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怎么说呢？新的会所。那直到今天，我们有了克夏拉禅修营。那这一路走来，其实都不简单。那些仁波切都因为凭着他的信念，凭着他对上师的承诺，就要一一的用尽什么方法都好，就是他终于克服了这一切的困难。那终于建立了一个属于克夏拉的一个独立的特色的一个社区。那我们之前也说过克夏拉佛教中心呢，因为仁波切有感，他觉得就是很多在家信众跟僧人之间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仁波切就创办了就是第一批在家讲法师的一个系统，那让信众有机会更能够以他们很明白的方式，或者是更熟悉的一种更近距离的方式去接触佛法。那佛教讲法师呢，就是一个桥梁，连接僧人跟在家人之间的一个桥梁。另外我们还介绍到呢，其实仁波切最主要的一个近年来最主要的一个弘法的管道呢，就是通过网上教学。他的博客上其实有好几篇文章，仁波切每天都花上10多个小时在博客上弘扬佛法。那博客呢，用了很多现代化的方式，有一些是单向的，就是透过仁波切跟一群写作小组成员共同努力去搜寻资料、累积资料、整理，把资料呈现给大家。那是一种以文章或者是类似甚至比论文还完整的一个详细方式来呈现出那些内容。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互动的栏目。那如果大家有上去看过的话，就会知道那下面还有聊天室，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现场在聊天室上询问。那每一个星期还有些特定的时段，让大家有些时候是可以跟克夏拉的成员啊，或者是讲法师啊，可以进行交流的。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这个聊天室呢，除了文字的一种交流方式，其实还可以就是音讯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沟通。好。由于这样子呢，是通过互联网了，所以这个仁波切的这些佛法分享就可以渗透到世界各地去。那即使是非常偏远的地区，
那其实仁波切所做的一切呢，跟他以前他的前世每一个前世所做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手段的不同，随着时代的改变，随着科技的进步，那他弘法的方式也有了变化。但其实最终的目的呢，就是尽量就是把佛法带给每一个人。那就像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一个最右下方的这一句话，仁波切说的就是说，祈愿没有佛法的地方，佛光普照。那就是这样子的一句话，仁波切每天的努力都耗在这上面。那我们接下去呢，我们再看看是克奇拉佛教中心，就是播出的时候克奇拉佛教团体的另一些特色。那这些都是仁波切的想法。那这一篇呢，讲的是祈愿的力量。那图中可以看到仁波切左边那个图是仁波切在进行一场法会的时候拍摄的。在甘丹寺时期，仁波切修法会的效果与他崇敬的修行皆为人所称颂。自来到马来西亚后，仁波切便在这片土地再创寺院，为信众进行法会和祈愿的传统，让信众也能获得来自佛菩萨殊胜的力量，协助他们解决世俗生活和修行上的难题。如今，为了帮助人们安度人生中的各种情况，克奇拉祈愿堂能为信众进行种类繁多的传统法会。法会的进行乃依据著名的甘丹萨祭司传统，包括制作传统罗马，就是仪式中的贡品，以及敲击、吹奏法器。法会小组所接受的严谨训练，成果显现在他们能够与2015年一场降神仪式上，在没有任何一名僧人在场指导的情况下，提醒多杰雄跟护法降生到尊敬的第7任庞龙神谕身上，这可说是历史上的一项壮举。那好，这个介绍的其实是克奇拉佛教中心。我们之前也说过，克奇拉佛教中心呢，自从成立以来呢，仁波切因为为了相信更多各种不同兴趣的人们，那是佛陀的这种精神，有不同的法门去吸引不同的信众。那仁波切也成立了许多不同的部门。那其中一个部门呢，就是我们的祈愿堂。那祈愿堂的成立是因为仁波切觉得，就是一方面当然就是法会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是一个寺院的传统。仁波切想把这个传统就带到马来西亚，那他也希望更多人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去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人家怎么说申请，就是可以帮人家举办法会，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因为毕竟在寺院里常常是有这么做的。所以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仁波切就安排就是安排弟子啊，就联络甘丹寺的僧人前来马来西亚教导正确的制作罗马的方式，正确的进行仪式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怎么去使用那仪式上的一些法器之类，甚至是传统的吹奏乐器。经过好一些年的一些严谨训练呢，克奇拉佛教中心的法会小组或者是克奇拉佛教中心的祈愿堂成员呢，都算是掌握了这些传统的方式，那也都能够举办很多就是类型繁多的法会。那也帮助了不少有需要的人，比如说一些紧急生病啊、病痛啊，或者是死亡情况啊，或者是有一些特别需要的求帮助的时候，就是帮很多人解决了这些问题。那最特别的一次，其实是在2015年，我们之前介绍过，可能之后也会再介绍。但是2015年呢，多杰雄根的神谕，就是第7任庞龙神谕，他到马来西亚，当时祈请护法降神的一组成员呢，全都是在家人，也是经过僧人训练出来的。在家人举行这场迎请护法的一个迎请护法降神的一个仪式。那这是怎么说呢？历史上是不曾发生过的，就是全程都由在家人进行这样子的一场迎请仪式，也成功进行了，就是那场降神法会是非常顺利的。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年来大家所付出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接下去我们看右边的这些图也都是祈愿堂的一些活动。
左上角这个是当时祈请神谕时的一个照片，右上角呢这是科学院堂的我们这些在家弟子是在进行一个敲击就是使用敲击乐器。中间下方呢是祈愿堂进行法会的一些画面。最下方的2张图呢是罗马，就是克恰佛教中心的成员，就是我们从最初使用的饼干之类的，逐渐已经大量就是学习了传统的罗马制作方式，制作酥油花之类的，那也逐渐把这些东西都纳入了日常的法会里。好，我们现在翻开另外一页，传播佛法。那大家在图片上看到的这个，其实看图可以猜到要表达的内容。那上面这个呢是一个摄影棚，那看到的其实有一位在家讲法师，有一个即将出家的讲法师，那还有一个在家人，大家正坐着在讨论某些课题。那其实这是一场就是佛法讲座的一个拍摄现场。那这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制作小组印象制作小组所制作出来的怎么说呢的一些视频。那这些视频都已经在杜德波切的 YouTube 频道上，就是已经上载在波切的视频是在 YouTube 频道上了。那下面呢也看到就是很多就是佛法书籍，这些都是仁波切的一些著作。那这个是科切拉的本身的出版社所出版的。若要体验仁波切充满活力的开示风格，没有什么比身在现场直接感受来得更棒。虽然如此，不是每个人都有机缘出席仁波切的每一场开示，因此科切拉的制作小组致力于创作和发行仁波切的开示内容，将仁波切的教诲传播给世界各地的受众。透过科切拉出版社出版单位所出版的35本书籍，读者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吸取仁波切无尽的智慧。这些书籍由仁波切本身或资深弟子所撰写，并以中英文出版。书籍内容给读者提供多元创新的观点来面对现代生活的挑战，也将佛陀的古老智慧与现代观点相结合，再以能让读者轻易产生共鸣的例子与个人生活经历，透过文字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其实是最初有仁波切刚早期到马来西亚弘法的时候，其实他当然就是那时候其实就是比较现场的，就是弘法。那逐渐仁波切就开始呢，就有以录音的方式把每一场开示都录下来。所以早期的一些开示，我们还可以在 YouTube 上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录音的方式来呈现的仁波切早期的开示。那时早期还是用一些录音带的。那后来逐渐随着就是科技的一些就是或者是拍摄的越来越普遍，或者说电脑使用的普遍，就开始有了更怎么说呢，更现代化的更完善的拍摄，开始有录影的方式来进行拍摄。那其实主要呢是因为很多人很想参加仁波切的开示，但是却没有办法，就是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那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所以仁波切就把这些开示呢，就拍，就是让弟子就把它拍摄起来进行，有些时候进行需要的话，是进行后置活动，后置的一些怎么做制作，然后就把它在上载到 YouTube 上。那这样子，全球各地的信众呢，都有机会可以就是可以听仁波切的法了。那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仁波切的教诲呢，甚至我们已经有了就是一些字幕。那仁波切主要以英文来讲法，那有一些是有中文字幕的。那其实我们的翻译小组也是尽量的在努力，尽快把仁波切的这些法都能够弄成中文字幕。
另外呢，除了拍摄之外，仁波切还有出版，就是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出版单位。那出版单位呢，它出版的书都是结集仁波切的开示。那有一些人喜欢读，喜欢阅读。那仁波就这个出版小组呢，就把仁波切的开示，把它以文字的方式进行过处理和重新编辑，然后再出版成书。有一些呢是就是一些重要的一些就是有一些可能法门类的开示的，有一些已经翻译成中文版，所以就是有中英文的版本。那当然里面除了仁波切本身的法之外呢，仁波切的有一些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仁波切的一些资深弟子所写的一些书。那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根据大家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层次来接触佛法。那这是我们刚才讲过祈愿堂嘛，祈愿堂是一个，现在介绍的是一个拍摄和出版。那其实这些都是仁波切的构思，它就是让信众有可能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接触佛法，也让也是有兴趣的人，有兴趣想要付出的人，想要当志工的人，可以透过不同的管道来参与一些佛法工作。那我们在右边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将佛请回家。那在这里看到的是科切拉天堂，就是文物中心。之前我们说过，在2000年的时候，科切拉佛教中心它最初成立的时候，就是它的雏形，其实就是这个科切拉天堂文物中心，它是一个售卖让人家迎请佛像或者是一些佛教文物的地方。那后来有了自己本身的佛教中心过后呢，科切拉天堂成为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科切拉团体旗下的一个文物中心嘛，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大家想要去迎请书籍啊，迎请佛像啊，迎请各种各类的供养品之类的，那就可以到科切拉天堂文物中心去选。那科切拉天堂文物中心的在仁波切的构思下，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它几乎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佛坛，就是在购物中心内，就是人来人往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得到就是佛菩萨的加持。自小仁波切就喜欢制作佛的头像，然后这个不好意思，这是我们的下一页。自小仁波切就喜欢制作佛的头像，并将之分发出去，以此加持人人。至今，仁波切的这份热情依旧。从1寸大的佛坠到24尺高的佛像，仁波切都会亲自设计或监督佛像的设计工作。终于创立科切拉天堂的初衷，科切拉一心想尽最大的努力，透过佛教文物店及网络佛教文物店wajasika.com 将佛陀的加持及殊胜的教诲带给无数的众生，尤其是那些会被艺术及视觉美学所吸引的人。那我们如果还记得，就是仁波切小时候所做过的事情呢，就知道仁波切很喜欢跟众人分享佛像、佛坠之类的。他喜欢当时没有先进的，就是当时也没有钱啊，没有什么，只是很小，就是才小学的仁波切就已经开始自己绘画佛像，把它制成佛坠，串上绳子就送给大家，希望给大家就是保平安，给他们接受佛菩萨的加持。那当他开始有了自己的佛教中心后，仁波切就开始就把这一份算是这份热情吧，他自己本身想做的一些事情呢，就把它变得正式了。所以呢，科切拉天堂就是文物中心呢，就有很多佛像，其实都是仁波切自己本身就是有些时候是安排弟子去国外选购，有一些是佛坠类的呢，是会自己亲自设计，很多就是但是都确保那个照相是必须正确的。但是仁波切呢，就很想透过文物，透过就是这种些精美的一些佛教文物或者是佛教艺术品，把佛法就是带给人们。
那其实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子，很多仁波切的弟子呢，其实是最初对佛法是一窍不通的，是因为被佛教文物变的一些佛像精美的佛像所吸引，或者是被很新鲜的喜马拉雅风格的一些装潢装饰所吸引，逐渐第一步踏入了克西拉天堂文物中心，然后再逐渐的就认识了佛法，参与法会，到今天甚至是有一些已经成了很多年的弟子。但是其实这就是其中一个方便的一个法门。那除了这种硬体的这个文物中心之外，克夏佛教中心还有一个佛教文物店巴加西格。那巴加西格上面也是有许多怎么说呢，有精美的佛像，有唐卡，有佛教书籍，还有各式各类的加持品或者法器等等，供大家迎请。那当然，对仁波切来说，仁波切对于视觉美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克夏天堂文物中心或者是在巴加西格上面，大家如果有上去看过的话，那大家得发现，其实那些怎么说呢？那些都是品质非常好的一些法器或者是佛像。那最重要，其实对我个人来说呢，我是觉得在克夏天堂文物中心或者是巴加西格，不管迎请什么佛像都好，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就是说，照相呢是肯定是正确的，是根据传统的要求来制作的，那就少了这份顾虑。那上面这张图是早期克夏天堂文物中心，那时候比较简陋。但是仁波切尽管简陋，尽管当时没有这种条件，他还是尽量把东西以最美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因为这样子来接触佛法，得到佛的加持。那下方这张图呢，大家看到一些很亮的一个光点。那其实这并不是摄影机的问题，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在没有数码相机的时代，拍照的人在把画面拍到底片上后，一般必须等上1个星期才能看见自己拍下了什么。拍下这张照片的弟子在照片冲洗出来之后吓了一跳。照片中仁波切如往常般的加持一副唐卡，但一道神秘的光却围绕着仁波切。更不寻常的是，从同一个角度拍摄，前几秒和后几秒拍下的照片却不见那道光。那这是一个就是一些比较神奇的一些事情，就是当时有大家都在拍摄照片，拍摄出来的照片呢，就是有一张出现了这一个很神奇的光，所以就在这里登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根据这张图，应该仁波切是在对，这张仁波切当时是在加持一副唐卡。好，那右边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是它的标题是在艺术中修行。那图像中呢，可以看到是一个装满了宝石的金刚瑜伽母像。那另一边还看到另外这张比较小张的呢，是有一个人正在画着唐卡。那这是我们的另一个，是仁波切的另一个想法，他的另一个灵感。他就是用艺术把佛法，就是用艺术的方式吸引人们来到佛法中心。东南亚首家喜马拉雅艺术工作室的诞生，源自于仁波切对佛教艺术的钟爱。在尼泊尔、印度和西藏艺术工匠的指导下，艺术坊专注于以传统技巧创造和装饰佛像。这是喜爱艺术者透过创意的表达方式，找到宁静、获得疗愈的放松身心的地方。在这里，艺术既是佛法修持，也是灵修之路。这是另一个仁波切的，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成立的一个部门，这是克夏的，他的原名是克夏妙音艺术坊，那是一个喜马拉雅艺术的一个制作中心。在这个艺术工作室呢，佛教艺术工作室，它的主要工作包括就帮就是它提供一些特别的，就是包括佛像的修复工作。其实很多人不太知道怎么处理，当佛像出现一些问题，有些缺的时候，或者是就是比较残旧，或者是那些颜色剥落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在克西拉
科切拉的这个艺术工作坊呢，它就提供这样子的一种便利给大家。那此外，有些人希望自己想就是我们供养佛，其中一种方式呢是可以给佛像供养各种各样的宝石，自己喜欢的宝石啊，或者珊瑚啊之类的。如果有些人觉得可能自己的手不是那么巧的话，那希望供养那些不懂该怎么做的话，也可以请就是科切拉的艺术工作坊帮忙，就是把这些宝石镶上去，就像我们在图片中看到的这尊金刚瑜伽母像一样。那此外呢，就是佛像刚迎请回来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进行装藏工作。那这也是科切拉艺术工作坊所提供的一项服务。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唐卡，想要裱唐卡之类的，也可以请艺术工作坊帮忙制作。那此外，艺术工作坊本身呢，也会画一些唐卡，或者是缝制一些传统的一些绸缎之类的。那这个艺术工作坊呢，它除了提供给就是佛教修行者这些服务之外，当然它也让志工有兴趣的志工可以前来，在这里一面在当志工的同时，一面学习这些艺术，所以它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也好一些仁波切的目前的好一些弟子也是当时透过艺术工作坊进来的。那这又是一个善巧的方式。好，我们还有好一些部门没有给大家介绍的，不过因为基于时间的关系，我下一次再跟大家介绍。好，到现在，我今天的分享在这里为止，在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红，显明至尊善慧名称是，所示佛法信仰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身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顺受圣德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修持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是令安止师佛地。愿以弘扬众他巴，法王正法理则记，仔细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指相属二之意，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世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故，妙善法也不普遍十方，上为教法具光照三业，众生未尽其情常住。好，我们这一期分享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谢谢。